香港房屋委員會喺油塘大本營設立全新探知館加點，展館分為6大展區，大家可以透過多媒體互動體驗，認識香港公營房屋嘅發展同房委會嘅工作，包括加點回憶，回顧香港公營房屋嘅發展歷程，仲有沉浸式裝置，展示唔同年代嘅屋邨生活面貌。加點心思，用投影動畫介紹公共屋邨管理同維修保養工作。加點關懷，透過實物擺設同互動遊戲，介紹屋邨內各種無障礙設施。加點科技，借助互動式電子書同建築模型，講解應用於公屋設計同建造方面嘅創新科技。加點珍惜，大家可以透過遊戲認識濫用公屋嘅行為。仲有加點趣味，講下香港公營房屋嘅冷知識。免費入場，仲有團體導賞服務，你都快啲嚟參觀啦！